有一位同学啦，原本要伫清明节过后要结婚啦，但是伊的厝呢是住伫花莲啦，伊准备要请客呢，可以初啊50度，准备要请这亲戚朋友啦，同学啦，这安尼。但是后来，即经过同学的苦劝啦，甲伊讲因果是真厉害安尼，袂叮当就对啦。你一定要斟酌，千万唔好安尼做。伊就听到同学甲伊讲这个因果严重了后，伊决定要将50度这初的度全部甲改变成素食的啊。当这位过去的女同学啦，伫清明连假的期间，准备要转去花莲故乡去扫墓，顺便呢要办理这婚礼的时阵呢，伊订的火车票啊，就是伫4月初2，迄天就是拄台铁的408出的这个火车。但如果这个火车的号码讲，但如果好，伊坐伫第8车厢啊，定伫这第8车厢。伊的未婚夫啦，原本无甲伊同齐，要转去花莲，但是就在伊要转去的前一天，伊这个未婚夫呢，听着讲，你要甲这个50度的酒席全部改做素食的安尼，而且未婚夫即马才知影，所以突然间伊就甲讲，无安尼啦，干脆我载你转去安尼，安尼就好啊，你毋免阁坐火车啦。这个未婚夫算讲真有情有义安尼，互这个订婚的太太呢，这个方便安尼。伊讲好，安尼我就用车甲你载去。后来这个但如果好发生弄到的事件了后，这个规个车厢变过，这位女同学才知影讲啊，伊家己躲过了这个劫数啊。原本新闻报道。总共死亡的罹难的人数是50位啦，但只是找到49位的大体安尼，因为这要坐花莲甲台东的人订票吼是实名制的，就是一定要报伊的名登记，然后才摕票安尼，就叫实名制。当代替的找到伊的时阵，伊这时才想到讲啊，家己袂记哩去办理退票啦，所以才互人误解。讲总共死亡50个安尼，为什么大体才找49个，其中就欠一个哩？直直走找，原来伊无上火车啦，是伊订婚的同事呢，甲载转去，再直接载去花莲就对。各位，上天有好生之德啦。平常时咱尽量拢食素食的，将你的喙开始放生了。你莫去食因遐物件，你喙就会当放生过，对不对？迄个劫数灾难啊来的时阵，上天会放咱一条生路。我过去曾经甲恁各位介绍过，我这个小弟啊，结婚的时阵，阮爸爸爱民主啊，办150度左右啊咧。有的政府官员啊，这地方的这有名望的人士，大家拢来参加。因为阮爸爸伫地方较有影响力的对，结果为着要互这亲戚朋友欢喜啊，拢用迄订档啊，订一只放假，现场的放假呢抬好了就去订啊，你就对了。迄大家喷讲哦，喙若个流甲满死，感觉讲真好食，你就对安尼。但是经过了这个宴会煞结束啊，10个月了后，阮这地府啊。生一个囡仔，查某囝出世啊！人讲应该差不多，若是8、9个月啊，就通爬啊。但是这个囡仔拢无法度，连要爬嘛无法度爬，啊要徛都无法度。伊感觉真奇怪啊呢，就赶紧去检查，结果1遍手术、2遍手术、3遍手术、4遍开6摆，都是无法度徛起来。安尼，因是大人已经经过6年哦。这个囡仔永远是伫涂骹安尼爬着着，迄情形互看都真动情。这个囡仔为什么都出世安怎会变作敢若半身不遂共款？安尼这落魄，这么凄惨，他过去是什么因果唔知影。结果阮妈妈伊就收到，讲我一个后生伫台北遐出家，咱来甲请教看是其中有什么曲折无安尼。结果阮小弟含甲因弟夫啊，甲这囡仔规个拢抱来就对。
我怎叫我的师兄？五师兄，伊有阴阳眼，伊看叫讲你甲囡仔放伫拜殿的顶悬，啊，我甲看卖看到底是安怎，是什么因果？结果一个看讲，伊后壁呢有100几只的放假甲对调了。我问伊啊，是安怎有迄放假甲对调是安怎？伊讲伊甲杀业啊，伊甲杀伊啊，因这放假唔甘愿啊，绝对要找伊报仇啦。因为这是因的结婚了所办的初道嘛，所以伊这个杀业呢，造成了，互伊的厝内囡仔变成这个模样了，对，是这个原因呢。尾后来，哦，阮的师兄啦，五师兄，伊就甲我讲，伊讲，师兄啊，师兄，我会晓甲你看，但是我袂晓超度啦，我袂晓安尼。伊讲，即马换你啊，换你解吼，甲讲者，看是毋是会当化解啊？我都自告奋勇啊，讲家己的小弟嘛，对不对？总是爱甲关心者，所以我都甲举办一个佛事超度。当场呢，甲好请了了，我赶紧甲上经甲念佛啦，念佛完了，我伫个囡仔的边仔就对，当面甲这放假，大家讲好啊。讲好了，我就甲要求讲安尼，我念佛互你，你若有欢喜，你赶紧离开，莫搁甲障碍。这囡仔是算讲无辜的啦，都是顶代就阮是大人，大家爱民主，造成了今仔日这个局面，毋是伊故意要害你的。所以希望你手洗牙关，冤可解不可结安尼，大家尽量原谅伊，好好斗阵。我安尼甲讲。讲你若有欢喜，我念佛互你，你有欢喜，请你竖一个圣杯，磕一个圣杯，放假呢拢离开。结果一个囡仔超度完了，等于到咱宜兰呐，过去手术一摆，入去手术安尼随成功，都徛呢，行路呢，敢若7廿8啊，去出巡安尼，慢慢啊，后来慢慢大汉，慢慢大汉，即马行路较舒适啊。尾啊去读书，考以清华大学，考掉清华大学，后来毕业啊，找一个真正当的头路，安尼，互伊去发挥。各位，你甲看，咱人唔好失业过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太可怕了咯！为着你个人的欢喜，安尼下个宴会，安尼失业不计其数，众生拢往生。即马即摆在座各位，这太鲁阁号这个火车。50度，这么改做素食了，伊就脱过这个劫数啦。所以咱人伫做，天伫看你啊。所以你无失业，自然你就方向看见，啊个添无添收安尼。所以咱有这个案件，我都想到讲较早哈，阮小弟因的状况。所以在座各位，咱一定要谨慎啊，唔好贪着一时的口福啊，结果做这样罪业啊，直杀个来抬哦，感觉无安怎。牛母地嘛，我都捌甲恁讲过这个公案，甲一个老和尚啊，上好的朋友啊，两个伫行棋嘛，结果突然间牛母地哦，有机会准备要甲食落安尼就对，甲抬掉，要甲伊的鸡尾泡啊鸡，要甲食掉，伊讲杀掉安尼，伊拄讲即句话了，内急啊，各位小便了，真急安尼，伊就记得徛起来。就走去厕所，结果迄两个侍从官呐，听到牛母地皇帝交代讲抬掉，结果皇帝一走，伊马上甲迄老和尚抓起来，伫外口斩掉。结果皇帝呢去厕所完啊，倒转来，老和尚招待安尼。结果迄两个侍从官呐，你讲拄啊，到皇帝你交代讲甲抬掉你啫，所以我就家己来抬啊。皇帝气到要死，讲他先乱，我是要甲抬伊的机子，毋是要抬伊的人呢，是机子啊！你安怎安尼顶打？哎呀！当伊抬的时阵，最后有讲话无？有交代什么代志无？迄两个侍从官就对，才甲皇帝回答。这老和尚讲：假使千万劫，所作业不亡啊！所作业是袂消失的，因缘会无时啦。因缘会意的时候，因缘那个缘啊到等到时阵，果报还自受，果报由你家己去承受的对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安怎会发生这代志？因为较早一个小沙弥啊，伊去做田骨头，滚，
一只大棍啊，拄伫啊，伊安尼用个锄头骨落，给把迄只大棍啊切做两半，迄大棍啊呢就死了。这个小三咪呢，哎呀，无意中毋是故意哦，是时刻差得到，骨落时阵哪去跪到迄只大棍啊？结果经过几劫了，几啊劫了，怎么这只大棍啊呢？可以来做皇帝啦。伊是为什么做皇帝？因为伊就做残人的时阵，啊，就经过一间庙宇，看到内底有三宝佛啦。哎呀，佛祖这庄严，但是呢，迄间庙的顶悬呢，厝遐拢破了。这个落雨呢，就滴，这个农夫啊，滴一顶迄个草泥啊，都经过遐一看啊。我都真落魄啊！我遮善食呢，结果佛祖伫内底吼，顶悬咯个破厝遐，叫雨压佛祖比我较可怜，佛祖比我较可怜，所以将伊顶帽啊摕起来，紧个甲砍伫佛祖的头壳顶，因为得到这个功德，尊重三宝，敬仰着佛陀，所以来转世做皇帝啦。但是这个老和尚是较早几啊劫以前，伊是小三咪啊。因为伊时刻差无注意啊，毋是故意甲抬到这只大棍啊，大棍啊，直转世，现在变成皇帝了。各位，你看咱人为什么唔好去随便领地这畜生掠夺的众生，唔好去结迄个恶缘，对不对啊？哦，原来拢有因果。为什么佛一直甲咱讲啊？心无众生，皆有佛性。掠夺众生，拢是你家己的惯习啦。唔管是猫啊、虫啊、鸡啊、狗啊、猪啊，迄拢是过去世当中甲你有缘的众生，所以你袂使随便甲杀伊，然后搁甲食伊安尼，袂使安尼就对。各位，今日咱学佛的人足欢喜，袂甲众生结恶缘过，对不对？所以迄个小沙弥怎么过来转世时，只是拄甲牛母地做伙，但是伊已经做老和尚啊啦。小沙弥变成老和尚，这个大棍啊呢？转世了后就变牛母地，所以因两个姻缘过去曾经误打去，怎么这世呢？换伊讲抬掉，结果遐卫兵马上就随家掠抬，是安尼的原因，各位，这有足大因果关系。所以恁吼过去若是讲抬足这物件，怎么爱安怎？爱忏悔啊，赶紧忏悔啦，无第二条路啦。咱较早都唔知啊，叫做修行方法都无清无楚安尼啊，无所不至安尼乱抬乱食，所以咱较早是安尼嘛，各位对不对？这袂使见怪，因为咱无迄个环境嘛，无迄个先知是甲咱介绍，所以咱就糊里糊涂、懵懵懂懂啊，颠颠倒倒，各位对不对？所以你世间有恐怖无？世间足恐怖，咱拢唔知啊嘛，唔知讲什么安怎做，这是对咱有帮助。要安怎做才袂去伤害到别人？咱唔知影你啊，所以即马咱听道理了，即个佛祖甲咱开示的是安尼，我怎么知影？我了解咯，了解。所以在座各位，这真要紧的观念啊！阿弥陀佛。